来继续来看这个美国甲中国针对着晶片一直咧战，尤其是中国的华为科技公司一直是美国的目标。最近有外国媒体来报道，讲华为有某一种的产品疑似出现着台积电的晶片，台积电家己嘛发现有客户想要闪过美国的禁令，帮助中国发展 AI 人工智慧。台积电已经主动向美国来通报。台积电讲一切合法，早就无搁出货给华为了。目前公司无妨调查。Ascend 910, the industry's most powerful AI processor. 5年前，华为展出新型的产品，是讲随着美中科技战开打，红看做是中国爱国品牌首选的华为，成做美国重点的关注对象。严格路透社报道，研究机构 Tech Insights 调解华为新型9100B。竟然在内底发现，技术由台积电代工的晶片，并不是以所谓的单颗 IC 的方式来进行出货，而是以整颗 wafer 的方式来出货。那这样子的部分就变得比较好追踪。如果说已经知道了整个晶片的型号之后的话，那么台积电就可以再进行所谓的逆向的追踪。台积电在消息公布之前，已经主动向美国的商务部通报。华为是安怎摕到晶片，目前也唔知。路透社甲金融时报另外一条报道讲到，台积电也告知美国政府，有客户做运含华为新型9100B类似的产品，预算嘛想要透过互国生产规避禁令，协助中国发展人工智慧。都是要尊重这些规范嘛，哈，我们会跟这个业者充分沟通。经济部长强调，修法是首要进步。台积电也针对外国媒体报道回应讲。公司全力遵守所有的法规，所以为2020年到月中开始，都无够向华为出货，冇完备的出口管制。只要出现科技的情形，都会进行尽职调查等等的行动。已经主动向美国商务部沟通，目前并无加做任何调查对象。未来可能会台积电跟美国政府都会设计出一套所谓的晶片出口管制的逆向追踪的机制，然后来杜绝或者是大幅降低类似事件的一个几率。半导体业者普遍认为，台积电无欠华为的订单，加上 AIT 顶条条，无啥有可能冒着风险来接单。是讲牵涉到地缘政治敏感的神经，谁嘛唔敢轻举妄动。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